淑儿。这东西是谁的？是我干爹的，就是那个卖臭豆腐的老崔啊！呸！什么卖臭豆腐的？那是皇上。皇上？嘘，这是秘密。这皇上怎么成了你的干呢？哎呀，太子是我的结拜弟弟，这皇上自然是我干爹了。哦，这么说，那我该称呼你黑豆殿下了啊！严肃点，你仔细看看，看看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你可别开玩笑，这是龙袍，谁敢做这东西，要杀头的。古老头，你可是行家。你仔细看看，这龙袍到底是谁做的？这可不能胡说，害人呐！害什么人呢？这是皇上、太子和我对你的信任。你好好看看这真相活，究竟是谁做的？看，这可是个天大的阴谋啊！看看。老骨头啊，看出了有赏。哦，是。哎，卖菜了啊，卖菜了，大冬瓜。哎，你买点什？太贵了。哦，你里头有没有好点的菜？有，那这边走。娘娘，桂花拜见娘娘。嫂子，不必多礼。娘娘，你怎么这身打扮呢？皇上叫我这样打扮的。皇上是为了龙袍的事儿吧？就是因为龙袍的事啊。他把你赶出来了？哎呦，真可怜，太冤枉了。嫂子，哎呀，你看啊，这龙袍明明不是你干的，怎么会怪罪到你呢？嫂子，皇上知道。我看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这在大古书里头叫昏头君。皇上是叫我出来查这个案子的。那宫里头那么多男人，他不去叫一个，叫你一个妇的人家出来？皇上说，他现在只相信我和太子，谁也不相信。说的也是啊，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嘛。哟，刚才我还说皇上是昏君，皇上是明君呀。皇上找到那个于不依了。于不依？就是那个私制龙袍的人呢。他叫于不依？太好了，找到他就知道谁陷害太子了。好好吃吧，明儿还干活呢啊，多吃。桂花，吃点。桂花，裁缝找到没有啊？麻绳拴豆腐，甭提了。哟，是吗？找了几家裁缝铺？哎呀，南城北城我都跑遍了，腿儿都累断了。快门开开！哎呦，一个都没找着啊！真是的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我找了多少裁缝啊，没有一个裁缝承认这件龙袍是他自己做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话又说回来了，私做龙袍那是杀头之罪，谁又敢说这龙袍是自个儿做的？这要查不出来，那太子殿下他就……桂花，认命吧，
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来大地洞。我爹生我就是个卖菜的。那走吧。哎，黑豆，这事儿咱们得管，咱得帮太子殿下呀。查龙袍不是咱们的事儿，咱别指望这龙袍挣钱了，还是卖咱们菜吧。啊，桂花，给我打盆水烫烫脚。哎呦呵，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哎呀，这腿都给我跑细了。亲人，呵。哎，黑豆啊，咱们家来客人了啊？谁呀？谁呀？你看，客人在屋里呢。啊，哎呀，你是说对门卖鱼的老六啊？甭理他，老到咱们家来蹭饭吃。不是他，是太子。哎呦呦，别提太子，提太子我脑袋都疼。哎呦呦呵，哎呀，你看。啊，是桂兰，桂兰，是不是跟你们家老爷们吵架了？不是，是太子妃娘娘。她是太子妃娘娘。她要是太子妃娘娘，我是谁呀？那我就是国舅爷啊！黑豆，哎呦呦呦，娘娘，哎呦，你看他，黑豆大哥，不必多礼，平身吧。哎呀，你也真是的，娘娘来了，你也不说一声。我说你不听嘛。娘娘，您是为龙袍的事来的吧？我问了半天也没有问到。大哥嫂子不必问了，来一下，快去呀！嫂子，你看，皇上已经找到那个私制龙袍的人了。那我们就没用了。你别说，你们的作用可大了。你看我住在这儿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不行！哎呀，不能住在这儿，我们这跟猪圈似的。就因为跟猪圈似的，我住在这儿，才不会有人想到啊。这怎么住啊？哎，黑豆，大古书里不是有一段关公护送2位夫人过五关的故事吗？哎，你怎么扯到那儿去了？哎，每天晚上刘备2位夫人在屋里睡觉，关公啊手持火把，彻夜不眠，在门外守护着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做关公？娘娘放心，我在少林寺里头练过拳脚、金龙罩、铁布衫。嗨，这关公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快去吧。谁？千岁啊！金统领，辛苦了。千岁，请留步。我是来看太子的。皇上有旨，太子软禁期间，任何人都不得探视。哦，皇上的旨意是对别人而言，我是他的叔叔。千岁留步。哎呀！我有尚方宝剑，可以先斩后奏，知道吗？今时只知听命，不知其他。你给我闪开！只要今时站在这里，任何人都不得入宫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送他就医。九叔，你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风，我能从风中闻到9000岁的气味。哦，还记得你小时候在宫里捉迷藏吗？别人你是抓不着，可对我你倒是抓的挺准。哼，我闭着眼睛，伸手一抓，准是九叔。太子真是非凡之人呐！唉，是不是又想太子妃了？蓉儿回娘家，我不担心，我担心的是步青云。步青云，我派他去找春妮儿，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，真让我心急如焚。殿下果真不是凡人。怎么了？你看吧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扬州府下的通缉令。步青云，
他们说步青云杀了卖菜的六叔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六叔陪他去找春妮儿，他怎么会杀六叔呢？哼，这是个阴谋。阴谋？一定是有人不想让步青云找到春妮儿，所以他们才这么做的。他们连步青云都不放过，那春妮儿她，只怕是春妮儿姑娘现在是凶多吉少啊。九叔，为什么我爱的女人都要受到伤害呢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我爱荣啊，可是父皇把她赶到宫外。我爱春妮，可是她现在不知道死活。难道我真是个不祥的人吗？哼！殿下是一国之太子，怎么会是不祥之人呢？一国之太子，我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还当什么太子？我连黑豆哥都不如。黑豆？黑豆虽然是一介草民，可是他可以和桂花嫂子长相厮守，永远在一块儿。太子妃不就是回娘家去了吗？过2天就回来了。那春妮儿呢？她什么时候回来？这就说上天会保佑春妮儿姑娘的，殿下。我现在经常做梦，不做梦则已，一做梦老是梦到她，而且经常梦到她变成鬼。殿下放心，梦往往是和现实相反的。春妮儿，春妮儿，月光为媒，可是月光却欺骗了我。苍天作证，可是苍天却弃我于不顾。春妮儿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殿下，九叔很想帮你啊，可现在九叔是无能为力的。九叔，答应我，帮我找到春妮儿。殿下，我真的帮不了你。九叔，我求你了，答应我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一定帮你找到春妮儿。嫂子，嫂子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是你啊？是我呀。龙袍是你做的啊？嫂子，你跟谁说话了？抓住！嫂子，抓住！嫂子。这太子妃娘娘要在这多住几日，我得天天在这陪着你。
哎呀，这胖子呼打得这么响，那太子妃娘娘怎么睡觉啊？怎么了？你看呢？刺猬，我们家黑豆养的。真吓人呢！皇上一查出于不依，马上派锦衣卫去他家，可是离家已经被大火烧了。嗨，就跟那个秦始皇修皇陵一样，皇陵修好了，哎，就把那些工匠都给灭口了。我跟太子挺失望的。皇上说于不依是个太监，他不可能不知道宫里的事儿啊。对呀，就像周瑜要杀诸葛亮，诸葛亮早就鞋底抹油溜了。哎，你说于不依到底藏在哪儿呢？他亲家家。他是太监，京城一个亲戚都没有啊。哦，对了，太监没有亲家啊。啊，皇上秘密找过很多过去认识于不依的老太监，逐一盘查，才知道于不依在宫里收养了一个儿子。哎，这跟古书里说的一样啊，那不是太平公主没地儿逃，跑山里去了，不是吗？他儿子也住在深山里，是个种蘑菇的。哎，你这么一说啊，我想起一个人来，大头鱼，对不对？你也认识这个人啊？哎呀，不认识他，我们菜上的蘑菇都是他种的。哎，你们皇宫里吃的蘑菇，你吃的那些都是他种的。要不，皇上怎么先把你和黑豆大哥赶出宫呢？原来啊，他老人家早有布置啊。皇上，要不怎么是皇上呢？咱是种菜的，皇上是高明的嘛。去，哎，嫂子，去，大头鱼家到底住在哪儿呢？哦，他们家我认识，你放心吧，到了他们家，咱们就能找到那个大坏蛋。哎，对不对？快点，人家都是傻。真惨了，发生了何事？大头鱼全家都死了。啊，那他有个养父呢？那个老太监也死了。快点啊！哎，好，于不依死了，完了，就差一步，气死我了！国舅大将军，我们在墙上的夹缝里搜到了一包金子。这准是于不依做龙袍的定金，打开。这是大内库银呀。马上进宫面圣。哎，国舅爷，哎呀，国舅爷，你别着急啊。大内库银什么人拿得到？9000岁脱不了手了。哎呀，这金子是我的。什么？这是啊，我征西回来，皇上赏赐给我的。那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那这件事得保密呀。是啊，9000岁到。这个千万别让他看见他，别说他是有备而来，难破的。国舅大将军真是办案如神呐！千岁。哦，这一定是于不依收下的定金吧？每个金锭都注有记号，我们顺这条线找下去，一定能够抓到他。千岁，请看。这可是大内的库银呐！好，我马上就去查。千岁，这可是皇上犒赏大将军的赏金呀！哦，大将军？哎，难道你怀疑我不成吗？岂有此理！不，大将军的为人我是知道的，
我担心的是，如果这件事情传到皇上那里，恐怕大将军你就说不清楚了。这说的也是啊。千岁，大将军把赏金都分给了部属，自己分文未得呀。是啊，不管那么说，这都是大将军的人，如果牵连起来的话，大将军你恐怕就要惹得一身腥了。千岁，您的高见呢？依我之见，这些金锭上都是没有记号的。我们把大将军的金锭换下来，然后呈报给皇上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哪能让您破费啊？大将军，您是太子的岳父，我是太子的叔叔，国舅爷是太子的舅舅，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这哎，卖菜了啊！哎呦，哎，瞧瞧这冬瓜多新鲜的啊！哎，好，你看看这蘑菇。哎呦，哎，哪来那么多蘑菇啊？哪来的？大头鱼的。大头鱼啊！啊，昨天呢，一大早给我送的货，我把它呢搁在那个菜窖里了。哎，你说啊，他送蘑菇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这会儿成鬼了。嗨，人呐就跟那个露水似的，说干就干了，连个印儿都没有。哎呀，真是。嗯。哎，桂花啊，你过来。哟，信呀、哪来一封信呢？这不是，快找人念念。哎，狗子，狗子，哦，过来，去。哎，哎，念。我要你在短时间内制作龙袍一套，做好以后将龙袍浇黑豆，见龙袍付银子，不拖延，速行动。还有写的这真是大将军，啊！快去玩去吧。哦。嫂子，你们回来了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了？哎，你说出什么事儿了？一封信，我出什么事了，大嫂？这封信是于不一写的啊，我就知道他有信给皇上。哎，信藏在哪儿啊？我还以为藏在这个龙袍里呢。你们看，龙袍被剪烂了，是藏在蘑菇里吧？早就该想到，大头鱼知道你们俩有心。如果要有信，一定会藏在蘑菇里。你还是先看信吧。是谁让于不一做的龙袍？是9000岁吧？不会是娘娘？这个人你们不认识？是大将军。我们两个人不认识字儿，不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，找人念念。是啊，嫂子，大哥，嫂子，这件事情你们千万不能说出去啊！小人不敢。这封信一旦落入皇上手中，
就是把我爹送上断头台呀！不，绝不害大将军，不害大将军，不害。那你别着急啊，来，别着急，来，说不定啊，这不是大将军写的，咱把这封信交给皇上，皇上高明啊，他能看出来。不能，这封信是我爹的笔记，皇上一定会认出来的。娘娘，末将受皇帝旨意，请太子妃娘娘回宫。我知道了，退下。是。嫂子，大哥，这件事情，皇上要是问起，你们千万不能说出去。我们不能骗皇上啊！是杀头的。你们要多少钱？500两。娘娘，这1000两、2000两。娘娘多了，这多了。哎呀，黑豆，娘娘，我们1文钱都不要。可是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让太子知道？求你们，快起来！遮我的手，娘娘，替我保密，求你们了！我们不说，求你们了！娘娘，求你们了！这么多人呢？蓉儿叩见父皇，桂花叩见皇上，好，都起来吧。谢万岁，谢皇上，谢皇上。蓉儿，难为你了，你可瘦了好多呀。黑豆，朕利用你们做个幌子，调虎离山，可把你们给辛苦了。不苦。哎呀，可惜于不一，他什么线索也没有留下。对，于不一连一封信都没留下。哎呀，天意如此。何必强求啊？蓉儿，你去看看太子吧。蓉儿，皇上让你去看太子，还不谢恩？快谢恩呐！万岁，蓉儿，你在外头受苦，都是朕的过错，就不必谢恩了。快去吧。那于不一他，他留下一封信。哦，留下一封信。蓉儿取到了。这就是4只龙袍入谋者的亲笔信函。娘娘，呈上来。是。不，蓉儿，你自己呈上来。
封信了？是。你知道主谋者是谁了？我知道，这是于不一写给黑豆的信。这是主谋者写给于不一的信。是，请皇上御览。来人，在。传旨，赦太子无罪。是。蓉儿，你把这封信交给太子，由太子全权处理。谢万岁！哎呦，公公，你能快点走吗？啊，太子行宫太远了，我这腿。哎呀，公公，我这个地正软禁呢，正等着退休呢，现在你快够快的了，急死我了！你这，好，把这给我吧，我去送吧。圣旨，圣旨！哎呦喂！快，站住！太子被软禁，任何人都不得探视。黑豆，拿声念念啊！圣旨到。啊，这真灵啊！这咱们也不认识字啊！啊，太子殿下，殿下出来吧！快出来吧！皇上给你加圣旨了，只没让你自个儿念。嫂子，黑豆哥，殿下。殿下，蓉儿，蓉儿，哎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正义。蓉儿，你看了这封信，这封主谋写给于不一的信吗？你知道这封信是你爹写的吗？你知道这封信一旦交出来，你爹他就有杀头之罪吗？蓉儿知道。那你干嘛还要把它交出来呢？国法如山，正义高于孝道。龙袍一案牵连太子，动摇国本，蓉儿不敢因一孝字而毁了忠字。蓉儿，好样的！不，蓉儿是个不孝之女。爹爹问斩之后，蓉儿必将以死随他去。殿下，蓉儿，把这封信交给大将军。殿下，你怎么？父皇信任我，我信任大将军。呸！将军，你怎么如此糊涂啊？这信不是我写的。你的字迹我都认得。字迹虽然是我的，可这信确实不是我写的，我也不认识那个于不一呀。爹，你爹虽然是一介武夫，再糊涂也不会糊涂到做龙袍骗太子于不一一样。国舅爷，难道真有人模仿？这字迹如此神似，谁能模仿呢？爹，你把这封信交给皇上吧。什么？这皇上要是误认为是我写的，那……爹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为了大封堂的事，皇上已经在疑心我了。这封信再送给皇上，
那我就是跳进黄河，我也洗不清了呀。国舅爷，您的高见呢？大将军，我觉得蓉儿说的对呀。既然皇上已经起疑心了，那我们就要做得光明正大。这封信转来转去，又传到朕这儿来了。于不依这封信跟微臣有关，臣不敢隐瞒，请皇上圣裁。拿来吧。皇上，臣信任君，君焉能不信任臣呢？谢皇上。你们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是啊，假龙袍的线索找不到，于不依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，怎么办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黑豆站出来！哎呀！哎，行了啊，你站这扛菜吧啊！我用的是包青天的招数，我是冲在前面，我是天罗地网，腥风血雨，我是叶行了，关你什么事啊？那是皇上安排的好，太子有福气。行了啊，收拾一下回家。哎呀，人家太子让咱们留在宫里。哎，那咱家的菜呢？那猪谁管呢？哎，我想过了，还是要保护太子，我们还是要留下。哎呀，黑豆！哎呀，责任重大，你就别烦我了。后来呢？话说展昭，展兄妹，哎，千岁，伤好了？您那一剑真是刺得恰到好处，别人以为我伤得特别严重，其实只伤到了皮肤。这会儿不会再有人相信你是我的人了。不，皇上还赏了我1000两黄金呢。哦，有好几位大臣极力的举荐你，想让你当锦衣卫的北镇抚司指挥使呢。啊？今时啊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龙袍一案并没有扳倒大将军呀。想扳倒一座山，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啊！大将军征战沙场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可不是一件龙袍就能扳倒他的。今时明白。这就好比是一座长堤，今天掏一个洞，明天掏一个洞，日久天长，时候一到，千里的长堤就会自然的崩塌。千岁，那下几个洞掏在哪儿呢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皇上，哎，好香啊！是什么香味啊？这奴才也不知道。朕从来没有闻过这种气味啊！怪呀，这儿离御膳房还远着呢。是不是谁在偷吃东西啊？这看看去。是。哎呦，桂花皇上来了！快叩见皇上！桂花，